到2026年，屬兔嘅朋友今年咧會係破太歲，代表可能會有人喺背後講你壞話喎。人際關係咧會遭遇到少少嘅破壞，只要我哋平時做事小心謹慎，行得正企得正，問題唔大嘅。因為今年有強大嘅吉星天德同埋天喜降臨，可以講係貴人扶持、喜從天降嘅一年。我哋今年馬年會有4個吉星照住，可以講係喺12個動物入邊數一數二咁優秀啦。首先係天德星，代表好有助力嘅貴人大吉星，特別係喺職場上面發展自己嘅事業或者係創業打拼嘅朋友，都會如有神助，有求必應。第二係天喜星，代表喜事連連，呢個呢係一粒正嘅桃花星，有對象嘅朋友今年喜從天降啦，可以拉埋天窗，修成正果。而單身嘅朋友呢，亦都會有機會發展正緣。你會遇到你嘅真命天子。另外仲有福星，就係福星高照，萬事大吉嘅意思啦，各樣事情都係向好嘅發展。仲有8座星，代表事業發展更上一層樓，得到加官進爵嘅地位提升。同時呢，馬年都會有3個凶星，稍為注意一下。第一個呢，就係咸池，代表住偏嘅桃花，亦係我哋成日講嘅爛桃花。呢個就係同天喜稍為相反嘅霧水姻緣。因為今年屬兔嘅朋友呢，會有4粒吉星照住，特別人見人愛，所以難免會惹嚟一啲唔真實嘅關係。我哋要擦亮雙眼，認清楚身邊嘅人，記住對嘅人呢，係會讓你變得越嚟越好嘅。另外就係卷舌，代表容易招惹是非。今年因為太過耀眼奪目，所以多少都會樹大招風，記得要低調啲啦。另外仲有絞殺，代表一啲唔好嘅關係糾纏不清。咁呢啲我哋提前了解咗，就要識得避免啦。總嘅嚟講，馬年係屬兔嘅朋友嘅桃花年，所以屬兔嘅朋友喺人緣同埋貴人運方面咧，都係表現得相當唔錯嘅，有望結識得到更加多嘅好朋友，同埋可以拓寬圈子。工作感情上面都可以得到貴人嘅幫助，記得要適時收斂下鋒芒。對於一啲口舌是非會消耗你嘅人呢，就避而遠之啦。咁樣樣樣事都萬事大吉啦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